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蒋炳新。今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哈，来带大家来练太极拳。今日要带大家来练的太极拳哈，係嗰個槍子太極拳。槍子太極拳呢，佢係屬於楊氏太極拳的一種啊。楊氏太極拳佢係傳統太極拳。因為咧，槍萬清先生佢聽嘅老師哈，楊清甫先生學來嘅楊氏太極拳，佢嘅規個招式較長哈，練嘅時間較久。槍先生其實通過較長嘅招式來簡化到37個動作。規套呢個槍子太極拳練起來嘅時間呢，就差唔多7-8分鐘到15分鐘是練得perfect的，所以佢算係一種嘅較簡化嘅一種嘅太極拳哈。從今日開始慢慢呢來帶大家來了解呢個槍子太極拳運動練習嘅時候注意呢個方面哈。今日要介紹嘅係。今日還帶2個學生哈來共下，同大家共下做哈。我哋做嘅是呢，鄉親朋友是試着共下，同人共下做。我哋先介紹嘅係二批式，我哋先同呢個學生共下做一遍，俾大家先看下哈。1、2、3、4、5。好，所以呢個二批式，我哋分咗5個無相關嘅動作變化。咁樣過來，聽聽佢做一道。1、2、3、4、5。好，咁樣過來做一道，我將過來詳細哈講大概動作應該注意乜嘢哈。好，1、2、3、4、5。好，我連續做3擺哈，就要俾大家先有一個印象啦哈。好，我哋呢同你重點哈，同大家喺度講下。你太極拳哈，重點是你個身體佢要曬來曬去哦。其實佢同行路呢同相反啊。行路嘛是在練太極拳啊。慢慢我同大家講，行路就是練太極拳。所以2批式開始，身體呢是像一般的立正，不用輕鬆起降，2個是身體是要分強同強，是所謂的氣同實啦，身體要聽同腳蹼要曬，清楚氣嘅腳掌是在曬，所以我哋2個是我先同身體要不用拖正腳。不用拖正腳，表示講我哋左腳要聽同咧，當佢曬到左邊，曬出去一個肩頭嘅闊度，就是呢個腳趾要向頭前，使唔得安尼粗啦要向頭前切，過來，啱時呢曬到左邊邊好，曬到左邊邊好了後你正腳其實不用拍咯，是唔得個硬喺天呢不用拍了後，一個正腳嘅腳趾慢慢同佢收到頭前咯，你要收腳趾是唔得腳踭突出嚟你要收了腳趾，收好了後，將佢同身體呢擺到同昂，咁樣2批式當簡單，所以係按呢過來講一遍
啊，跳第一，起到东昂，不用轻松。好，一，先晒到镜片粗等，甚至起了，了粗黑了哈。二，做脚不用强了哦，晒出来，依個鏡頭闊土，腳趾向頭前。二，三，身體慢慢晒到左邊了，不用好啊，不用好了後，正腳你是得聽通了，腳趾啊，收到頭前，按連慢的兩隻腳中下對頭前，闊土都差唔多同鏡頭差唔多平闊。將個同身體個塞到動後，做到兩個呢，安尼的 EPC 哈是算完成的哈。個刷落個呢，個教大家下一個動作按喏起勢，起勢佢變化較多哈。安尼呢，胸寬連續先做3遍，觀眾朋友是得胸下來，聽學生胸下來做啊。一開始兩隻手停了，慢慢鋪起來，到鏡頭，是唔是超過鏡頭哈？二，手指慢慢打開，三，手掌慢慢收落去，安尼手腕啊同手指啊慢慢收到鏡頭了，四。手腕吹落去嘅時啊，手指鋪起來，向上擺，慢慢潛落水底。七變到兩個太極臂旋行，是天然天的 EPC 的位置胸寬。你按到嘅合起來，是按照起勢。好，再做一遍哈。一，到鏡頭。二。慢慢打開手指哦，順得出嚟咯。三，收到鏡頭，手掌吹落去，手指潛落個。四，手腕潛落去嘅時啊，手指鋪起來，向上擺，慢慢潛落水底。好，到 EPC 嘅位置啊，停下。好，按過來加做幾遍哈。好，起勢，一、二、三、四、好，你按落起勢，刷落個安尼同呢 ，EPC 到起勢，你兩個動作呢，向下來連續做一遍。好 ，EPC 一、二、三、四、好，刷落來做起勢，一、二、三、四、好，停頭涼。停頭涼嘅時候，你個手啊，輕觸啊，略略徛起來，是唔得規個按嚟變拍啊，按嚟變拍嘅時候，你個氣嘅感覺是較少嘅，所以輕觸略略徛起來。好，收起來。刷落個呢，我用兩個嚟學生哈來做下。順上我來講，一般人呢做嚟太極拳，佢較會冇注意到嘅所在同內容哈。好，安尼咧，來今天嚟個學生來先做一遍。觀眾朋友是嚟向下來做哈。好，胸寬哈，聽下橋梁來做。EPC 一、
2，左脚打开咧，脚趾向前。3，慢慢甩到左脚来，身体向下摆正哈。4，正脚收到上来了，两只脚趾总要向头前了哈。5，慢慢甩到动后，起正，不用轻松。好，刷落来做起势哈。1，慢慢停水道，浮起来，浮起来时啊。你个手指要不用轻松，所以佢要沉落去哦，要吹落去，唔算唔得起来是安尼，安尼哈，啊，2，你慢手指不用轻松，佢慢要浮起来，变平咧。3，佢个沉落去咧，手张落去就好，手腕啊，收得上来啊，好。4，我慢慢吹落去的时啊，注意你手指啊，不用松，佢要浮起来。将佢慢慢沉落来，到安尼 EP 的位置哈。好，慢慢，安尼过来裂片哈，向下，好，片子嘛向下来，填你个 EP 式到起势，安过来做一遍哈。好 ，EP 式，1，先同身体变到正脚，2，左脚打开了，肩头的闊度。脚趾向头前，3，慢慢甩过去哦。甩好了后，4，正脚收到上来，脚趾向头前。5，慢慢甩到动后，规个身体佮变好咧，好些，变轻松。过来做起势了，1，慢慢浮起来啊。到肩头闊度高度都好咧，是唔得超过，手指要沉落去向地下。2，打开，慢慢松松打开，顺得翘过头啊哈。3，手掌吹落去咧，手腕呢慢慢收到肩头量了，手指点还不用轻松去吹落过来哈。4，规只手啊沉落去的时啊，手指不用松，浮起来向上摆，慢慢沉到太极臂两片旋行。恢复安尼个 EP 式哈，好，咱感谢两位同学，咱讲到两下，差唔多，咱今日 EP 式到起势啊，也做几下变的，我哋呢点进同大家向下过来做一遍，加深大家印象哈，好，准备了。好，讲到了安尼了搁讲哈，安尼逐班练太极拳，收拳的时啊，安尼同身体呢收到上来，安尼原来个位置，原来的位置是起正的呢，所以安尼就收呢，先同身体慢慢先甩到上来做片，变好。你看你正脚係變輕鬆了，所以其實係挺痛。腳趾略略轉開來，轉好了後呢，身體就慢慢個變到正腳來變好，甩過來了。你左腳準備要挺痛了，因為佢唔是氣咧，所以慢慢地收到上來。兩隻腳挖向下時呢。身體將個變平，同安尼將開始嘅起降嘅時間，位置強寬，安尼嚟來練練，EP 式同收兩個動作啊。
过来练手嘅动作哈。好，所以练到两下呢，安尼是算规个真完整的练习了哈。好，感谢各位乡亲的收看，今比安尼呢好好运动单元是到了，好，落来大家。